我即摆徛的所在就是头前溪出海口，啊，迄搭遐吼，较早人就号做竹参港。竹参港呢，捌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商业港口，啊，连迄当阵管理北台湾的淡水厅厅字，嘛曾经设伫咧遐。啊，竹参港繁荣的故事吼，其实并无消失。今仔日哦，就甲我做伙来找找竹参港的历史。接民古讲讲文宽，付出福州益壮观，玉手冲高显动容，马头龙脚望弥漫，红旗翠顶无下散，海坡平滩色较赞，宝运盛放寒板栗，婆娑片片玉头兰。这首《南寮幻影》是竹参的诗人范金灿所写的，清楚描写出竹参港当初是有偌请呀。原本呢，这搭是平埔族斗卡斯人所住的地头。买手仔呢嘛，因为来到台湾的中国人愈来愈多，所以伫咧西元1723年，清朝政府就甲淡水厅的厅地设伫咧这个所在。一直到日本时代。竹参港嘛，互日本政府指定做台湾甲中国对都的4个商港其中之一。照安尼来讲咧，现主时应该是找到较早繁华的竹参港啊。是安怎人徛伫咧这个所在？煞拢看无一点较早大港的线索咧。总是嘛有听讲竹参遮阁有一间超过100年的造船厂。你敢知？伫咧以早迄个年代毋是每一个港口拢有材料支持一间造船厂呢？若是安尼我若去到这个造船厂，敢有可能找到一寡较早竹参港的故事呢？我来，1万。哦，哇，足大呢！对啊，这船模啊啦。你讲这是船模啊？这船模啊。足大呢！我看咧，哇，一个敢若铁达尼号咧感觉。是伊这是4片的船模啊，在内底咱伫咧内底制作了，做好，咱才甲脱模，脱模了，伊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只船啊。现主时竹参留落来造船技术，虽然已经甲较早无相像啊，毋过这种技术的根本，就是较早传落来迄种做代志就认真的精神。到今原来是拢无改变。造船的过程呢，方法就亲像100几年前同款，爱先用几落百支的茶经起来做船模，再搁点伫咧船模来做船。完工了后，船才来落水。无共的是以早的船拢是用插头来烧接，即马拢是用玻璃纤维。我掠船讲我看到的这只已经是大船啊！结果只讲这只敢若算是一般的寸尺尔啦。这只船差不多几吨？这只做一般到正100吨啊。90吨到100吨。较早应该是同大啊。迄时阵，迄阵算啊，迄时阵上大。这只相片应该迄只吧？因为模是较大啦但是台湾的渡边观点嘛是足细啊，我年就高，但是现场看足大的啦。这拢是较早的这个。这是器材啦。其实这块工具阮若真讨厌，拢想要甲伊保留落来。嘛是对这造船师一种交代，所以阮会保留到这个造船厂。阮嘛是希望讲我交阮小弟啊第5代，阮拢会晓造船，可是第6代因无迄个机会，无迄个机会，无迄个环境，无迄个环境通学习啊，所以我交阮小弟啊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这造船是安怎的历史，安怎甲保留。咱的祖先来台湾的时阵，是咧做倒一道，到即嘛。
互咱后代人知影讲啊，较早的故事，嘿，就知影讲祖先来台湾的时阵是安怎的环境。对。正这个看有啥袂教我？头一个哦，爱先讲对，小喊者。来，好，你看呢？踮伫咧遮已经超过100吨的造船厂。啊，虽然哦，现主是已经无法度搁再造船啊，啊，毋过吼，因嘛特别甲遮的工具拢留落来，互来到遮的人会当亲手去体会早当时吼祖先造船的辛苦。亲像吼，我即马咧做的工课，伫咧过去啊，搁无电动工具的年代，每一只船拢爱落超过5000个空，每一个空拢是师傅用双手一个一个落出来呢。我只起来，较细哩哈。好。你船模一夹起来了后，其实出入就是为即摆咱们去这个所在去。嘿。啊，无就是边仔架楼梯，这内底结构啊。哦。第一外口看可能无遐大，但是你摆视野都无共款。对，规个完全无共。系啊。啊，你讲是四片做起来，对，还是都四片？哦，这只坐你的棚有吧？哦，你讲这有一这只一棚，这是后壁部，啊，这是头前部。哦，遐是。啊，这中这个伊的中心线，然后分开安尼。中一支就两棍嘛，对，合作两棍，甲人同款。对，这支上重要。第一，咱的做法吼，这支是加强上厉害。哦。因为这船啊，伫咧咱这港口，咱是超细港，咱常常会去夹迄个水底迄个港口迄摩擦。所以这个所在，咱刚就是会加吃，上济的所在。摩擦。即马亲像即款的手工渔船，市民的需要已经不比以早遐尔济啊。啊，但是哦，社家的子啊，甲大哥，犹原是足拍拼的，想要甲即个祖先传落来的功能继续保存落去。啊，因哦，伫咧台湾生团已经超过5代人啊。啊，但是讲到早当时祖先登山过台湾的故事甲危险，同款吼，拢有伫咧因的心肝内记条条。啊，毋则的船长因哦招一群好朋友，要甲过去的故事用舞台剧的方式重新甲演出来。望讲哦，会当互搁较侪人知影讲伫参港的过去。哦，这万昌的谢老板甲我做这只风洞号，有水。皮蛋诶！哎！我今日新船落港哦。是啊，吼。这只船哦，我请来万昌的谢老板。大个了，谢当诶。互伊甲做这只有水、搁大只、搁载。伫咧以前哦，伫参港即搭的造船厂，哇，生意哦有影是真好。逐月日便新船要落水，拢是地方的大代志。船只哦为造船厂出来爱拜拜，啊运去到海边，搁爱拜一拜。迄阵的厝边头尾哦，拢嘛来斗相共。啊，船头家嘛会徛伫咧船顶夜汤啊，啊，搁较特别的是，因不止夜汤啊，听讲搁会夜麻糍哦，甚至会望讲吼，麻糍就爱落去涂骹兜哦。听讲吃着麻糍，哎呀，麻糍拢是沙啦。哦，麻糍念着沙，互我掠大沙好嘛？谢谢啦，感谢大家，啊，等下食。平安餐我有传啦，好，做阵啦。哇！来，你看先哦，谢谢，感谢。这碗是啥？平安餐。平安餐内底有啥？米粉、贡丸、海产。哦。嘿，拢咱新竹的名产，南寮的名产。哦。嘿，这若做新船哦，这个船主拢会传这平安餐互大家食。这平安餐伊的来源就是讲哦，因这船仔头家，算讲因为阮这船厂的即款员工啊头家，甲因斗相共，互甲因的船仔做甲安尼，也满意安尼，为着答谢讲来感谢即款工人安尼甲因斗相共，所以是这平安餐。感谢船主啦。感谢船主，感谢船主。短短一出戏，甲咱提醒台湾人永早拍拼的过程。伫咧困难当中，大家互相斗相共，相敬相挺。啊，代志圆满了后，谢天、谢地、谢正人，
做伙就来食一顿平安餐。这款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的个性，嘛表现出台湾人上界宝贵的人情味。大家要开船啊！我听人讲10个人坐船去台湾，其中就有6个在过程中就死翘翘。哎呀！若讲有大船落港的戏出，另外还有咱的祖先安怎渡乌水沟的故事。人讲10去6死，3留1回头，互咱更较了解台湾人这种敬天谢地、唔惊困难的这款个性是安怎产生出来。你大家看，你头前敢若有土地啊呢？台湾敢若要到啊！若准讲迄当时的竹杉港是遐尔闹热，是安怎我今仔日煞拢找无咧？老师，咱知影讲竹杉遮较早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竹杉港甲遮发展起来。竹杉港的位置大概是倒位？有，其实我要来看迄资料其实毋是一个所在，伊是一个港口群啦因为这是溪口嘛对。这河川因为伊有凹岸甲凸岸，凹岸普通水会较深，凹岸水咧大的时，就是退潮的时阵，伊较有法度停啊，因为水较深嘛因为较早的船无介大只嘛，伊就靠岸就停。如果因为大水去甲冲，迄个位啊变浅啦伊那个附近几百公尺，所以较早有迄个船头港什么溪州船头港，甲迄个北港南港，你看迄资料就看甲无啥，其实就是因为伊迄个若对大水冲了时，伊个变但是伊就咱的规个就甲称作竹杉港，但是伊会刷来刷去所以毋是固定一个点老师是安那较早会安尼，就是讲一直咧刷位，袂讲像即马靠一个所在做一个半花来做港口，是因为无遐个技术。对，无迄技术，因为较早有人讲形容讲，你规块帮泡泡的，伊就对码头就准备个礼拜时，伊行船的人伊知倒位较好停对。但是可能有一个大水，一个风台做大水，对大水冲扫伊就去找一个较方便停的所在。老师竹杉港是到差不多什么时阵，伊的功能就渐渐煞无去？看起来应该是这资料的记载，应该在120几年嘛迄个港口的功能一直渐渐就失去啊。为什么迄港口的功能会失去一般讲法就讲迄个淤积啦但是你看迄个120几年时，港口的机能就变差，慢慢刷对香山港，但是香山港没落的时阵，伊个转来竹杉港，表示这个淤积说可能是有一点问题啦主要应该是迄个风台大水的时甲迄个码头、迄个船头规个冲破坏去，无法度停船啦，做生意就无方便。咱甲地图现出来看，就会当知影讲竹杉的外围不时拢有一寡角头会积海沙。但是咱的祖先嘛有顺着大自然的变迁，看倒位较好停船，自然呢，因就会对遐去。所以即马咱大多数的人所讲的竹杉港，比较都是咧讲即马现主时头前溪出海口的这个所在。这呢是较早唯一的关口，嘛是人所讲的莒光岛。对于清朝一直到日本时代，若是船只要出入竹杉，拢爱经过这个所在。老师头拄有讲到，较早规个竹杉港是一个足大的范围，只要会当停船的所在，就会当合作港口。我即马来到的莒港，就会使讲是较早竹杉港的中心。我即马人所徛的莒港里，就是100几年前台湾北部上主要的城市淡水厅的关口。
以前呢，货品若要出入台湾，拢爱经过古港里这个关口。虽然讲现主时古港里大个人无讲介济，但是伫咧过去，这搭原来是最重要的地头，甚至连日本人拢伫咧遮设一个出场所。今日来到这古港岛，你有发觉到阮古港岛有啥物特色无？我感觉我敢若知影讲，伊是伫咧即个溪，甲伊夹起来，伫咧中遮。这只的历史，交这人文是足深的。这只就是咱讲的参港。你早讲德参港，就是你讲遮。你顶遮较早为什么古港会是即个参港的中心？因为咱这只伫咧嘉庆年间甲咸丰年代吼，是咱德参港上兴盛清朝时代，澎船拢捡伫咱遮。咱对泉州、福建、日本，咱即马讲的朝鲜半岛现在种种，甲东南亚、暹罗方面，拢以此为经贸的据点。就是讲留下一个见证。咱这栋就是你见证讲，甲午战争了，清朝战败了，因为割让台湾给日本。1895年，日本人来咱这只1897年来开设淡水厅出场所。伊迄阵啊，开放8大港，8大港的一户、二鹿、三艋港、4月顶、5惨港，就是伫这只。然后伊这都是海关的遗迹。咱若西湾区1880年所画这张台湾前后山全图，咱就会当清楚看到德参孙查这4个字。事实就是咧讲这个所在。孙查就是即马咱所讲的海关。嘛会当讲是迄当阵北台湾货品甲人口出入一个重要的门窗。对这咱也挺好理解讲，德参港以早是掌握北台湾经济甲贸易一个真要紧的所在。虽然讲即马咱所看的这个建筑是日本时代所起的，不过若照里长所讲的来推断，清朝的关口嘛有可能是设伫咧遮。或者建筑物永远咱咧留在这只见证，互咱的子孙啊，知影讲古港岛有一个辉煌的过去，毋是讲即马看到安尼才没落，我拢尽量朝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原来过去台湾人所讲的港，甲即马咱所讲的港口观念无相像。迄当阵只要是会当靠岸的角头，就会当称呼做是一个港。伫咧以早呢，头前溪甲凤山溪，阁会当行船的年代，古港岛拄好就伫咧2条溪交界出海口，自然就成做清朝时代的孙查，甲日本时代出场所建的所在。恁咱即马来到这只看，咱头前看的都是咱讲的头前溪。迄早海是看拢拢，就尾仔转啊。咱讲的初1、15日斗阵。初10、25早甜暗甜，每一天退45分钟、50分钟，安尼你就通算。你退落去了，伊这潮间带出去有无？会使加喺外口走。你讲会当退到遐去？退到遐去啊！即马你退落，你甲看，即马你退落啊。退了，伊这沙坡就拢起来。你甲想看，咱等下若落。会当行过。行到遐去拢无问题。参乌石港遐有一句叫做石港村房，意思就讲。迄阵是澎船足济，咱参港遮伫咧较早嘛是共款留者嘛。以早无即个沙票嘛，所以清朝时代澎船入来时，伊会晓咱南边遐，然后咱若北边伊会晓遮。你暗时就会听到，因咧澎船顶拢咧唱咱关调。是哦。暗时活闹热热呢，澎船停满满，船顶传来好歌喉，为先人留落来文字的记载吼。你敢若讲一句有够热烈的，暗时拢夜夜笙歌。毋知讲，这个好所在吼，是值得咱去耕耘啦，值得咱去珍惜。船离开古港的关口了后，就会顺头前溪，驶来到德参城北门附近的金门厝渡口上岸。这是早当时要入去德参城上界近的路。迄当阵德参港嘛是台湾离中国泉州上界近的港口，遮会真侪高商拢来遮设船投航。即搭
是古早的德参城上界闹热的一条街啊。济出口的物产拢嘛会对遮经过，运去甲中国趁钱。伫咧遮，嘛有一间在地人称呼做外妈祖的妈祖经，我听着是感觉足趣味的。妈祖经就妈祖经啊，哪会搁咧分内外？而且人搁讲，即尊外妈祖，听讲嘛有甲德参的高商有牵连咧。注意啊！咱知影讲，即马长河宫的位置是咧较早的德参城的外口，啊，城那城内有一间妈祖庙，啊嘛伫咧社外，搁有一间妈祖。哦，因咱较早长河宫位置就伫即个北门地区的即个社外吼，所以简称北门外妈祖。即个北门地区哦，即个通商非常的即个平原哦，啊，咱即个高商啊为着啊要即个行船的即安全吼，伊怎天上也无法度人移切，所以就爱祈求即个妈祖庇佑即个行船会当达平安安尼。哦，啊，所以咱特别请即个湄洲祖庙吼来叫三马，啊来甲北门社外吼，啊来起即个长河宫，啊所以简称就是北门外妈祖安尼在社外。就是讲遮较早是较晏即个港口啦，落船的时阵唔免去城内，伫咧城外就大家拢伫遮咧拜拜，北门关较早通商非常的平原，非常的闹热安尼。若讲甲高商的往来真密切，诸位嘛甲我讲。中河宫的妈祖，照看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妈祖本人头鬃的神尊哦。照传出来是讲有真三尊，大马、二马、三马，吼，啊拢照林梦娘的头毛留落来，吼，来整个雕塑伊的头。你讲有影真人的头毛哦？哈哈啊！大马、二马已经我无去。啊，注意啊，今仔日吼，敢有机会会当看到这个妈祖的头毛？因为咱若要甲妈祖头毛伫遐宏观摕起来吼。所以讲，一般伫经过跋杯伊欢喜，安尼再甲伊落。还是跋看卖？哦，好啊，好啊，好啊，试看卖。好啊，好啊，好来，妈祖吼，啊，今日第四台专程吼，啊来甲咱采访，啊，所以讲要甲你宏观体啊，你毋知欢喜，欢喜就圣杯安尼吼。哦，有杯啦吼。要跋杯的时阵，去有小可紧张，想讲啊，若是妈祖无同意，是要安怎？唔知要安怎收。虽然编辑知影讲吼，妈祖婆已经答应啊，会当互我亲目睭看到伊的头鬃。啊，毋过吼，诸位甲宏观透落来的时阵，哇，心肝内感觉吼是复杂佮感动。因为看到妈祖婆真正的头鬃，迄阵就感觉讲，伊毋但是一尊互咱奉祀的神明，佮可比是一个真正咧甲咱照顾的母亲。啊，头毛要安怎保养？咱车电出来吼，啊来甲水头咯，啥物啊甲建议下换好安尼。哦。啊换好的时阵，咱就搁跋杯，有一摆啊跋无杯，讲是安怎讲从无落尾搁定错，头毛甲做整理无好势。哦，是哦。嘿啊嘿啊。第一摆看到这个妈祖的这个神像，头壳顶有头毛，啊，这感觉就足特别的，因为你就会感觉讲，甲较早的历史有一个连结，就是讲这毋是敢若传说尔，有一个证据伫咧你的面头前，哦，足特别的。啊，今你看有正无？哦，有正无？啊，只要你个博，哦，只要你个博就杯我安尼好。用好搁爱跋杯。哎呦哎呦！爱甲妈祖较顶者。啊对，无你穿啥甲咱穿无哩。做啥物代志拢爱是。对，阮拢以妈祖跋杯为准。啊，感谢妈祖，互我看到。早前咱的祖先都过湖水沟，嘛毋知影讲吼会生还是死。啊，心肝头的代志呢，拢寄托互故乡派来的神尊。啊，毋然呢哦。伫咧一个新的所在要定根路途，大细项的代志，拢嘛希望神尊会当来做主，甚至吼亲戚甲朋友若冤家，嘛拢会到庙里来调解，希望讲神明会当做一个见证。啊，所以毋才会人讲，一间庙宇对地方的发展哦，有影是影响真大，就亲像德参一带的中和宫同款。老师，请问为什么这个长河宫即马有这尔啊侪文物采伫咧遮，是有啥物由来吗？历史的典故？好，咱来知影其实吼，较早新竹伊是淡水厅的县城，所以其实新竹本地就是应该讲大甲溪以北最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伫清朝的时阵，这大庙吼，伊头前定定嘛是市场的中心。地方甚至佫会将因迄种公秤公舵，拢会来放伫这庙头前。安尼大家讲一斗米偌济，因就来遮请。后庙来做工程。对，后庙来做工程安尼。所以这就是为虾米中和宫留较济文物，因为伊的迄个地位最重要。历史要将近300年的中和宫妈祖，一直咧看顾德参城的百姓。庙内甚至还佫有留着现主时真罕咧看到的药签。这个药签正正是证明早当时医学无法发达的年代，你的身体若无爽快，无钱问医生，就来庙内问妈祖。若保留着这完整的药签，中和宫嘛甲乾隆年代咧起这间庙的文物，拢总甲保留起来。望讲下地子孙看到这的物件，会当更较体会到祖先来到台湾奋斗的过程。咱这间桥即摆保存伫这个文物馆内底是，苏当时马祖来台湾坐旁船马祖坐7间桥来，所以讲咱委员的这边咱保存个真完整，经济专家有落来研究过。构写是乾隆7年的。对，马祖坐7间桥来。这个椅就是嘉义镇馆之宝。马祖坐来嘿。若有看到马祖坐来台湾的迄顶桥，你看这块石碑，我阁有看到“参高”这2字。我本来就知影讲高是咧讲高雄的意思，毋过用本地的地号名来互高雄的名号，这我阁是头一摆看到呢。参高应该讲是新竹遮的商人高商人因成立的，所以因用新竹的名叫做参高来号名。嘉庆20年，遮的港口淤塞，为着要将港口疏浚高商人因大家做伙来捐钱，因为安尼的关系到尾嘛成立老抽粉这个组织，意思就是讲会当做生意的，因一定爱甲伊抽粉，抽粉了，比如讲新竹的城门啦、地方的路啦，来去。今仔日咱来去的是政府，对不对？不过较早毋是，较早就是地方遮有钱的人爱来出钱。嘉庆23年成立这个老抽粉了，因搁起这个中和宫。所以是安那参考伊的名会叫做金中和，我应该讲这金庙会叫做中和宫，就是安尼关系。经过参考遮的生理人做伙扣钱起的这间中和宫，同尾呢，就正做德参城内底上界重要的庙宇其中一间。较我北门的这条街路呢，嘛变做迄当时上界闹热的地头，足侪高商嘛迁徙来到遮。港口起来，看这倒一个所在，介适合发展街正店就走去遐，店去遐起起来了，人愈来愈侪，伊就变成一个大街。你也知影，这高雄伊主要是要做进出口贸易嘛，所以伊一定是愈接近港口愈好，而且迄个路爱搁做方，较近的。新竹因为是淡水顶的县城，所以其实遮的人因的地方的认同较悬。因一直拢感觉应该是家己是文风介悬，有可能就是因为因在地的认同足悬，伊共府城还是艋舺，无鹿港无共款是安怎你知？这3个正口，因遮高商人拢是2边的高商联合的，参高无共款，参高是敢若遮本地的商人来联合的，所以应该会用新竹的名。就是讲直接徛起的啦。唔知影老师感觉讲港口？这个概念对台湾这片土地，对你来讲意义是啥？咱一定要知影，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港口变成是啥呢？伊是咱的迄个移民的登陆点。对遮开始人来，然后就开始出现街出现了后呢，伊可能变成一个城市。新竹市就是盖好的代表因为伊遮的位区位盖好，所以佮有这个港口。然后伊就直接发展变成北台湾介大的县城，所以你会当知影，就是港口应该讲是咱台湾市的起点。人讲食果子拜树头嘛，啉泉水输源头。伫港口边留落来物件，
有可能就是咱的证据，会通互咱知影，咱是安那会变成今仔日这个样。因为这个德参港，规个德参城哦，就安尼发展起来。嘛，伫咧清朝道光年间的时阵，发展了上界车营。啊嘛是伫咧这个时阵哦，德参城就甲旧底用竹啊所起的城楼改换做用石头砖。啊，另外呢，佫挖一条护城河。德参城哦，就自安尼哪来哪闹热啊。迄当时哦，城内有定家甲林家两个大家族。因常常拢会邀请各地头的文人来到德参研究文学，就安尼，德参文风就渐渐兴起来啊。哦，老师，这个东门就叫做迎禧门哦。诗经内底有一句话吼，你出东山嘛，咱迎向东平。老师，我听讲较早德参城这内底有足侪诗社的呢。有，上早的诗社是迄个1857年的时阵成立一个诗赏社。老师，但是迄阵的人过了拢足辛苦，哪会成立这个诗社？这其实是安尼讲，人讲长山过台湾，心头结归元。但是当伊开垦到一个时段的时阵，伊现在就开始想，我希望一代佫比一代佫较好，读书才有希望。希望后代过了较好的。对，福利好礼的社会。比如讲，你看这首诗：迎诗岁月几经高。处理丁林发好歌，圣节有今三月主，生理依旧送家鹅。伊虽然表面上是讲咱这个东门城经过清朝的时阵，然后佫经过日本时代，佫到即卖国民政府，但是东门城依旧是东门城。所以人讲吼，千年土地800祖，物件无永远是你的。啊，迄阵的文人感觉就像。写这诗给后代，啊，把这故事传落去，甲讲啊，你文人写诗吼，嘛是会写历史啦。比如讲这首周中山猪肉关的迄个地关，伊来巡视咱北台湾的时阵，比如讲宝刀郡路一在上，华莲鲜血开心香，德产分明在眼底，千顷万顷大千用。吼，这个所在拄啊为家己起来。吼，看到咱心得的迄个情况，就是欣欣向荣。而且写到迄个德参城吼，对啊，分明的这个风景，就是为这个分明就是有开发嘛。你嘛无开发的时阵吼，一定是草啊比人较悬嘛，狗啊比人较济嘛。老师啊，这首咧？哦，这首吼是新德的文武相传的林占梅所写的诗。这首是一首7言的迄个古体诗，破题的时阵就甲写讲咱新德的。地势是安怎，田园是安怎，新竹的气候是安怎，啊，就是讲，甲你讲，我新竹就是安尼生，吼，即係講德心西北地西邊，田園參促熟海邊，亮起有叫刮風怒吼，紅沙滾滾海無停，吼，其實講啦，吼，第为马關調育以後吼，即係時勢就較掂嘛，因為日本人來啊嘛。但是日本人知影講吼，即係讀冊人吼愛甲梳頭，但是伊無想講，咱即係翰林的吼，借力使力，愈來愈旺。我利用時間來傳咱的民族文化，甲咱漢文化繼續保留來，即交日本人原來想的無共款，所以講咱漢民族的文化會當流傳落來，吼，感謝即係時效。文人所写的诗句哦，常常拢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咱若当去看到清朝知府拿丁原所写的《记德参簿》，内底哦，咱就会当知影讲，伫咧德参还未开发进前，这个水路吼，哇，有影是真复杂。啊，伊嘛讲到，若是会当伫遮乌水圳开田园，就会当增加几落千家的田来种植。啊，毋知伫咧迄阵。头一个来到德参开园的王世杰，第一项工课吼，就是开水圳。从此呢，稻仔就开始种会看面啊。因为水圳的发达，新竹的农业自然呢就发展起来。米呢就成做新竹上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其中之一。今仔日来到这间米店，听讲因兜几落代人拢是咧做米的生意哦。
李长吃饱了。吴里长是客人，因的祖先伫咧清朝时代就对竹杉港上欢，几代人哦拢踮伫遮徛起做田，一直到伊即言，嘛来接手家族所开设的米甲，延续祖先的事业。那个时候为什么来新竹不住在市中心？然后因为像常常听到说客家人都住在比较靠山。其实也没有，因为早期王世杰在1718年，他的闽南人一票人马就盘踞在竹堑的平原了嘛。客家人呢比较慢道啊，那慢道怎么办？就往山区跑啊，去求生存啊。所以当时王世杰呢开建竹堑铺的时候呢，他在雍正57年开了我们竹堑城的第一条水圳，也是我们台湾的3大古圳之一。1718年，客家人呢比较慢道啊，然后但是跟闽南人对，合组一个垦号，来共同来开发闽客合作。对啊，闽客那时候因为闽南人比较有资金啊。其实我们祖先是在乾隆55年从竹堑港进来啊，实际上是我们家族另外一房他的分家，比如说大我好几倍的，就是另一房那边，另外一房的，光绪15年啊，现在这个怎么保存的这么好啊，好厉害，130几年了。台湾历史过去吼，不时拢有人提起河洛人甲客人冤家，毋过吼踮伫咧竹杉，这件代志敢若是真罕见。若有吼，就是两边合作开垦土地。迄阵吼，因做伙伫咧竹杉城的四周种出大批的稻啊，过来销出口，再去福建。哪来哪闹一个竹杉，嘛愈来愈侪中国人会来到遮，为即个离中国上近的港口来到咱台湾。竹杉呢，嘛真早是一个人口足侪的大城市。甲买手来客人无地通住，只好渐渐对承德搬山去山内，也是北去到桃园，无着南平山对苗栗迄搭去发展。人讲吼，树仔若大丛就会分花。虽然吼兄弟亲戚因为分家无搁再住做伙啊，但是个人财产分偌济，这是拢爱写甲清清楚楚，互相之间的牵连，嘛伫咧这款契约内底写甲明明。虽然讲吼看起来是一张契约，但是吼其实嘛正正是一张亲族仔中间血脉牵连的证据。所以我感觉看这一张会感觉到以前的这个生活条件是非常困苦的，然后其实什么东西都是很拮据，所以当要分房的时候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我们要饮水思源，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他何尝他的后代会去看到先祖那么的艰辛？是，对于现在的东西就要更珍惜。人拢讲吼，一粒米一滴汗，看到遮尔啊侪历史的证据。咱嘛会当体会讲，祖先打拼的过程受偌辛苦，嘛因为安尼，300年前的竹杉城就已经是台湾上界有发展性的都市其中之一啦。竹杉港开辟了后，一边边好着中国人移民对遮来，另外台湾米嘛会当对遮运销出去，而且毋是干那米尔。当时还有一项产品，嘛是销去甲全世界，迄就是铜册。伫咧较早的竹杉，除了米以外，阁有一种出口的产品，就是铜册。这个铜册呢，唔敢若会当摕来做纸，转变到即马，阁有足侪艺术家把这个铜册变做一种足特别的作品。铜册呢是台湾山内本地就有的树丛，早前踮伫咧山内的原住民，拢嘛会摕来使用。伫咧300年前，嘛就有人来到竹杉，到原住民买铜册。伫咧清朝时代铜册的买卖拢是外销较济，而且大多数拢是出口原料，是一直到落尾，有人甲铜册用来做纸，铜册纸的产业呢，就自安尼踮伫遮渐渐发展起来。
老师，你即摆咧写这是啥物？这就是草，这就是通草。然后我这个动作叫做拍草。你讲这就是通草哦？是。看起来像像保利龙的呢。保利龙古早闽南话嘛是叫做草，伊独家通出来是嫩，然后借用太阳的那个温度啊，然后拍打的火啊。泡打了就变做这。对。老师这是啥？迄就是通草纸。你看伊这撩草吼，看安尼阿公我食糕啊就简单吼，其实伊足困难的。对。哦，原来是安尼撩出来。我之前看到就是讲，就像迄落埃及因迄落沙草纸。一般的纸就是直不咧纤维安尼甲敲，这就是无共，这就是用撩的。这个摸起来就泡面迄种就有就绵的感觉。对。咱当初要出外销纸的时阵呢，油号分1级甲2级，破级伊就变做2级。安尼师傅的这个工艺，毋是就是讲最重要的。头家要趁钱，拢爱靠师傅。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后，就开始把通草变作是计划性的产业，尤其是撩通草，这是一项足有路的工课。查某人拢做甲比查甫的更较好，而且伫咧长当时伫咧竹参遮，主要拢是女性咧做撩通草这项工课。老师，你撩草撩这偌久啊？我15岁时阵，阮爸爸就讲。做一个查某人吼，也会当顾囡仔煮三顿，阁会当趁钱。阮爸爸就叫阮去学撩草，囡仔时代就去学咯。迄阵大家学这个环境，大家是安怎？迄阵拢是一寡查某囡仔，拢一寡还未。无查甫咧学的。无，查甫干那请一个咧摘草尔，撩草、拔草、剃草，迄拢是一寡查某的。台湾通草伫咧日本时代受到大大的欢迎，伫咧1920年代，甚至互人当作是日本风俗的贡品。共迄个时阵呢，通草的产品嘛伫咧国际博览会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甚至外销去到美国、欧洲20几个国家。他说我头拄仔咧看这个牵牛花，我就感觉讲，这个捏的色就足自然的。伊是细胞，伊家己会安尼吸起来，所以呢，咱要粘色进前，爱先把这个纸冲发淡，因为你已经先泡水互淡咯，所以伊家己会吸迄个色料起来，所以看起来就自然。其实以前原来有摕来做花，那是因为1级的纸拢外销，摕2级的纸来做花。好说，因为通草啊，伫咧承德有一个足代表的这个，安怎讲？讲到通草，就随想到承德。对。你感觉讲通草对你来讲是啥？通草当然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过去的生活的生活。古早是一个产业，但是因为工业社会，逐项拢爱紧，那通草就是慢，这个物件慢慢的消失。那我是希望讲，在我有生之年，会使甲通草的水介绍予人。咱若看清朝的地图就会发现竹参港的附近有一个所在叫做造船港。咱若知影讲商业若繁荣，船只的需求嘛会愈来愈大。也是讲较早的竹参有影会繁荣甲需要一个专门的港来造船吗？咱知影讲，较早祖先来到台湾的时阵，其实拢贫乏啦，遮的条件无讲介好，就像造船业是到迄落清朝尾日本时代才开始的。是啊，因为咱以前沿海拢较散车，后来就是咱祖先伫清朝来到咱遮，伊伫咧这沿海呢，伊就感觉讲若无咱来做一个篷船。会当离这沿海搁较远，安尼的渔获量会搁较好。搁来咱遮做篷船了后呢，船仔就愈做愈大。伊载的鱼仔的量也愈来愈多。所以咱干那掠小竿啊，要落海都爱用排队的。家家户户拢有船啊。基本的，就产起码有都歹共款。嘿啊，伊讲要借钱嘛，要来做只船啊。要借钱嘛，爱有一只船啊。
咱拢掠准讲吼，竹杉是一个山城，但是其实吼，竹杉甲海洋的关系嘛是足密切的。想着吼，较早的课本，我拢叫是讲吼，竹杉的发展拢是伫咧山坡，到即阵才知影，造船吼，其实嘛是竹杉足重要的一门工业。所以吼，伫咧迄阵山边到海岸，拢有留着竹杉繁荣的证明。伫咧竹杉造船上界兴旺的年代，社家造船厂的订单哦，甚至有对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来哦。逐年吼，迄个船啊起来拢爱小做一下算该清洗啊，因为伊这会生迄二七啊，生悬顶了，伊就会影响野速度啊，所以因逐年拢爱起来。有一个阻力啊。爱起来，伊这拢爱甲清好清去。这是一粒吼，咱用手，用手。啊，是迄高速机有时伊念伤条，甲伊个脚趾，甲伊个脚趾先来吐的，甲吐的，我试看嘛。其实无介困难啦，我无小心啊。这表示这要歹去。要歹去。这种较好吐的，你迄种牡蛎有无吼？伊面积就较大，就足歹。已经调了，足歹吐。刷来要。啊，正咱脚趾甲吐好啊，即摆就用这支来甲伊处理黑斑。咱头先吐起来的所在，你甲伊行一遍。看到这渔民，逐年拢会甲船送来这整理，因吼遐尔保守因的船只，就哪互我看到几百年前这渔民甲海洋之间遐尔密切的关系。竹杉的历史，毋但是记载伫咧课本内底。嘛一直存在伫咧咱的生活当中。谢你啊。好。伊只船啊，嘛差不多有差不多活40年的船啊。咱嘛算保持甲真好。算少的，搁算袂歹。这是船尾嘛？船尾。啊，尾牛、网啊都是为这边放落去。啊，你做这道做遐济档，毋着。家己会当看到即个伫咧竹杉遮即个改变。因为阮即遮有一个土前线嘛，是风台，即算迄个土沙拢带足多入来嘛，所以阮即遮定就是淤泥一大堆。为啥会搁做即个新的港？就是因为拖来外口，个淤泥较袂遐严重。无自早伫迄个旧的迄个渔港遐，嘛是足严重的。看到即摆的竹杉港。已经真歹料想讲100年前文化闹热啊！听讲早前一暝是有100外只船会停伫咧港边，船只停好拢会驶来到竹杉城金门厝的水路换岸。但是这当船因为土沙坐底，已经无法度搁驶入去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咱拢叫是讲竹杉港已经消失啦。咱这只的水是算潮汐港。潮汐港加因咧高雄啦，家人迄边较无共，遐是清水港。清水港伊遐潮差跟就一丝仔尔。咱即种会算讲有这潮差，较会摩擦，所以咱咧制作的方面咱这角度啦，角度方面啦，水底啦，即块旁这波仔边啊，这都是咱加强的部分。因为水流的变化，甲土沙坐底，就互竹杉港失去伊本来的功能啊。但是就是因为积伫咧遮的土沙，颠倒就互遮靠海食海的竹杉人一个新的机会。我即摆徛在遮呢，拢是香山湿地，就是较早香山港的所在。较早呢，伫咧竹杉若是无适合停船的时阵，拢会停来遮，因为遮的即个土壤，遮是泥较济，所以讲遮过了8年演变落来，遮就足济咧种蚵的人。而且你看遮你四界行，因为遮是潮间带，所以拢会看到足济即个螃蟹伫遮咧走。港边的湿地愈来愈广阔，这是大自然创造予台湾这片土地丰富的天然资源。虽然讲是一个新的机会，但是伫咧饲蚵仔的阿伯眼内，嘛有另外一款的担忧。种蚵啊，一工的石头大概要偌济？一工捡1摆啊，一工捡1摆哦。
我捧好啦。好。咱香山的蚵特别伫咧倒位？这蚵这拢是啦，这头顶头去。你讲看咱炒咧一支一支拢是，迄拢是啦，蚵拢是啦。即摆蚵够歹咯。是哦。较早蚵够活深的呢，较早这德国炒落去无对呢。啊，即摆水大吼，是无卡落我水。哦。对啊。规拢刷。拢吞落。嗯。这山顶会走刷来，吞了吞了咯。这海3年水流东，3年水流西啦，交较早拢无共款咯。这蚵狗会变。会大会吞会搁迄款呢，蚵狗会变，蚵狗说海算活水你听有？这水大这底排拢袂使，拢袂开的，毛头拢袂开哦。啊，较早是外7较早即款这拢人活水咧，我也无拖某，迄马16、7就开始咧炒咯，咧种咯，啊无拖某是啦。啊，我今年7岁咯呢。哇！这是老的吼，加减趁一寡所费安尼。然后阮即款这老的吼。加减做啊，干咱运动咧安尼啦。啊，无阮叫嘛，伫叫我莫做。啊，怪像咱个猫加减猫啊。对。所以咱会当知影吼，其实较早香山港遮吼，其实海水是足清的，啊土嘛无吞甲遮悬。啊，即马规个环境拢咧改变，啊，所以讲较早咧饲蚵的人，即马拢无啊。啊，敢剩阿伯啊，啊伊朋友几个尔。较早全种大个头要15有咧。哦是哦。较早30年前哦，15都有。哦，15都有。你讲规个香山？即摆是无5分之，即摆是无5分之，就变做愈来愈少啊。你这都你都袂生活啊，蚵仔摆袂大，啊地悬啦。德参港，一个伫咧台湾的历史当中，捌遐尔重要、遐尔请仰的港口，伊的双手展开，接纳所有按对话来到台湾，要找找好日子的中国人。伊嘛无气嫌，带汉人顺溪流入去到德参地，生态济济。伊嘛是一个守护者，甲咱的文学作品、潮仔甲通草的文化，拢总甲保留起来，互咱看到这300年来祖先拍拼、徛起的故事。所以在我来看，德参港无消失去，因为伊会变做一种文化，永远伫咧德参人的生活内底。每一个时代哦，拢有家己的故事，啊，就参像老师讲的，千年土地800祖，地是主人，人是客，把咱即马所有的一切传承过去的故事，我想吼，这应该就是德参城，互咱上大的体会。大港的台湾，带你去熟悉你所毋知的台湾故事。代表阮这20、30岁这代呢，我种袂过，我就讲袂过啊。我一直师傅就骂咯。你有潜力，你要留落来无？我惊家己这拢歹去啊。好。